上头，咱来看淡江大学航太系团队昨早伫屏东的旭海发射场成功发射科研火箭 Jessie， 将做旭海发射场启用以来第一个2届完成试射的团队。3、2、1，点火！科研火箭 Jessie 11透早伫屏东旭海的火箭发射场试射，火箭顺利发射成功。这届试射本来安排伫初3，因为海葵风太顺延。淡大的团队伫6月成功发射科研火箭淡江1型了后，这届的火箭是以淡江1型做基础，同款是单一节火箭，而且更加进步。之前淡江1型呢，我们并没有制作副台的舰身，那整个火箭是比较重。那我们这一次就全部改成全副台，都是采用国内厂商的产品，让我们火箭的技术可以让它本土化。由各国会赞助的这是火箭，总重量42公斤，2.87公尺长，上大直径13公分，飞行高度上悬达到4.2公里，上大载燃2898牛顿，燃烧时间是7秒。淡江大学的 Jessie 火箭就是要补足这个太空运输能量这一块。国科会呢，长期投注在学界的一些能量的培养，希望在这里能够发掘一些人才。国家太空中心讲，旭海的发射场到即卖已经有阳明高大甲成大的火箭，也有淡大2届试射，拢总有4支火箭发射成功的经验。因为太空产业最近正发展，为了补足台湾太空产业链当中太空运输的不足，会透过持续支持学界的科研火箭计划，提升学界的研发能力。记者综合报道。